早。现在又是正甲一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6页，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6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5节，就是解说甲诸佛世尊唯一一代随因缘故出现仪式，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。即嘛应该呢，来说了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讲一代释迦佛之地见也，讲在这个所在所讲的一代释是啥物呢？就是佛之地见。不过对佛的地见的意思咱必须呢爱甲详细个说明。啥物叫做讲做佛之地见？那根据《法华要解》所讲的佛地见就是会当来贴了实相的真谛真见，就是讲对实相对实相已经有彻底明了，对实相有彻底明了的一种的真谛真见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佛的地见，在法名叫做讲做一佛性啦，在因讲起来名号做一代释，在果呢就名号做一切将谛，所以才讲做诸佛啦，因一代释出现在世间。佛呢是为一佛性所以说法，是要使咱众生呢会当来开佛地见，也究竟呢来得到一切将谛。这个佛的地见，就是讲这款呢真的地见呢，咱众生甲佛拢同款有，本来就是清净，但是咱人因为或者的希望的定境所染有，互无明所解介护，所以自己迷失了自己的佛的地见。中方禅师的议录员来讲啦，讲佛地见乃是破生死的坚定的一种的利器，就是讲佛的地见是一种的来器具。这个来器具是要破除啥物呢？就是要破除咱生死的坚定。那这个佛的地见讲来讲去，到底是在讲啥物呢？讲一个较简单的，这个佛的地见也就是咱众生本具的佛性。所以，咱世尊对舍利弗所讲的，就是讲，欲令众生开佛地见，欲使众生佛之地见，欲令众生悟佛地见，欲令众生入佛地见。那其中在这个所在有一句已经真正明白，欲使众生佛之地见。就是讲，要来指示咱众生心中的佛的地见，可见这个佛的地见是欲咱众生所讲，毋是欲佛所讲。因为佛的地见，佛本身已经有了悟到。咱众生虽然是有佛的地见，咱众生无了悟。我讲一较白话，佛就等于讲，已经将迄个金仔山甲伊掘开，已经知影倒一地就是金仔角，
已经呢自迄个金仔已经甲摕入手啦，啊，咱众生呢也毋知影讲金仔到底伫倒位，根本呢连迄个金伫倒位都毋知，你要安怎去摕呢？虽然是有，但是呢，却是自己袂识。所以伫遮所讲，一代事呢，就是佛的知见。意思就是讲，佛伊会出现在这个世间，这项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这项代志啊，乃是啊，为着佛的知见啊，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。讲世人外未着相，内未着空。讲咱世间的人啊，在外迷啦，所以就着相。这会使咧甲伊讲，因为迷着外境，就着在外表的相。这当然就是咧指咱一般的凡夫啦。咱凡夫着有，有就是讲有。因为咱凡夫众生看到世间的物件，咱目睭所看、耳孔所听、鼻孔所闻、喙所食，咱的身躯皮肤所接触的，逐项呢，拢都是有的物件。当然，这个有的物件到底是毋是永远有呢？咱人呢是袂去甲伊想遐济，只是咱目前。咱眼耳鼻舌身五根，咱都确确实实有去接触到色声香味触，或者五尘的境界。因为咱实在有伫咧接触，所以甲伊当作讲，这就是有的物件。所以，譬如讲科学家讲你提出证据来，所以叫做做证据呢，也就是目睭看会到，耳孔听会到的，鼻孔闻会到的，咱喙舌谈会到的咸酸苦涩。或者是讲咱的身躯的皮肤所感触会到的部分，那完全呢就是啊在物质世界。所以这个科学的领域啊，主要都是在物质世界。在这个心灵世界中，凡是呢无法度好看、无法度听、无法度接触的，可能在科学家会认为讲这是无。因此，这个科学家呢，假如只是着重在讲看会到的、体验会到的，也那呢可能啊，对宗教别生去信仰，尤其是对咱佛教所讲的真正高深的道理啦，伊根本呢无法度接受，无法度信仰，因为伊呢只是啊停顿在物质的世界。那这正正就是遮所讲的世人外未着相，世间的人啊对外迷啦，所以呢就着在这个外表上。拢在这个外表上，这个所在，伫咧分别人我是非等等的问题。咱佛学的伟大之处，就是超越了物质的世界，到甲迄个精神的领域，而且呢是到甲迄个最高真理的境界。那如何当达成这个目的呢？当然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已经以真正科学的方法。教咱来达成着超越你科学的境界，那就是依着苦入的道事体来去修，以后得到解脱的涅槃。那迄个涅槃的境界，迄毋是物质的世界，迄是科学家呢所无法度去测验、无法度了解一个真正奥妙的境界。这款的境界，只有共款啊得到了悟的人才会当好知。所以咱世尊也有讲啦。讲我所讲的这个道理啊，为佛以佛乃立地志。当然是咱世尊如果在讲为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唯有佛，偏偏都是佛，才会当好互相来了知佛所证的境界到底是啥物。因此，一般的人来伫咧批评佛教，来伫咧否定佛教，那一句话真简单，就是讲世人外未着相，一边内未着空。这个内未着空，就是讲对这个内啊未啦，所以呢着在空。
那就是讲对你这个本心呢，你也袂去，所以就只有住在这个空的所在。这个空呢，就是虚无的意思。当然，这个空有深浅的解说，可能有一款呢断袂外道啊，以为讲咱世间的一切有一天会无去，空去啦，所以就变成一种的空空洞洞，一无所有。那这款的思想的人，可能会走去无上天啊，去做迄个无上天的外道天人。那这款的呢，就变成伫迄个所在啊，就万事袂当调升。要有这款的独空，那二乘人啊，因为了解了三法印的道理，结果呢，可能呢就在这个空这个所在，无了解讲咱的心。虽然是超然的物质，毋是物质，但是呢，心要有这个心的存在，应该就是讲，在一切诸法真空中呢，有这个妙有的真心伫迄个所在。无了解到这个妙有的真心，所以啊，内袂就着空啦。下面讲若令以上离上，以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别。讲假若咱若是会当好在迄个上的所在来去理想，在上，就是讲咱目睭看会到，耳孔听会到，咱的五官所感觉会到，所接触会到的这种种的差别上，这个所在，咱会当来理。但是这个理的意思呢，毋是讲咱该离开，毋是讲咱呢来去撇离，来去该隔离的意思。那就是讲，咱在迄个相的所在，咱呢无去甲分别迄个相，无去读迄个相，那这都是叫做依相离相的意思。比如讲，咱看一蕊花，虽然是讲咱目睭看迄蕊花，也鼻孔啊闻到迄蕊花香的味，却是咱目睭看了袂甲爱着，鼻孔闻了呢也袂去甲爱着，那这都是依相离相的意思。依空离空，就是讲咱会当好了解世间一切法，拢都是空的这个所在。但是呢，咱啊心无有执着在空，就叫做依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别。讲若是安尼呢，咱就变成讲内啦、外啦，咱拢无别。对于这个内心，咱也无别；对外境呢，咱也是无别。就变成一种的内外不别。那安尼呢，就是会当后来得到迄个知见。所以下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让我处法一念心开，是为开佛知见啦。讲假如若是当后来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处法就是讲了解这个道理。了解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当了解在迄个相义理相，在空义理空，会当好了解到甲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的这个道理会当好来悟到即款的真正奥妙的道理，安尼就是一念心开。你会当好了悟的即念的这个所在，你的心地呢就开显了。那所以叫做讲开，什么叫做讲开呢？这就是这种开咯，是为开佛知见啦。讲这呢，就是叫做开佛的知见。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已经甲咱讲起真正明白，咱众生本来有佛性，就是遮所讲的佛的知见。那这个佛的知见，若是要咱凡夫讲起来，因为外未着相，所以呢，这个佛的知见互咱所着迄个相界卖不掉咧。咱着在有，互这个有咧甲障碍。二乘人呢，同款嘛是有佛的知见，伊为啥袂当互来开佛的知见呢？二乘人就是去互迄个空着掉咧，去互迄个空界障碍。受空的障碍，受到有的障碍，所以佛的知见无法度显现。假如会当好在迄个有的所在无着有，在空的所在不着空，
会当好超越了空有内外拢无灭，迄个所在啊，也就是啊，把迄个空有的障碍给去掉了。即个将空有的障碍，咱摕一个比例呢，就敢若亲像两四门共款。所以在即个所在呢，我阁再摕一个简单的比例，比如讲咱听伊讲啊，某一个所在有一个仓库，仓库内底呢有真正侪只的金银财宝，但是仓库伫倒位啊，金银财宝伫倒位啊，根本咱无看到。那迄个时阵有一个人呢，就甲咱带去咧仓库的所在，但是仓库有门啊，你迄个门关掉咧。内底到底是放啥物件，你毋知影，所以呢，就将迄个门给拍开，两四门拢给拍开，安尼的人会当入去咯。这两四门是啥物呢？就是遮所讲的空或者是有，把这个空甲有呢，拢给远离迄个所在，你就会当好进入去佛的之间的境界，就等于讲你将迄个仓库的两四门给拍开呢。你就当入去仓库内，那第一先甲你拍开咯，拍开了，到底倒一个是做珍珠，倒一个是玛瑙倒一个是最好的武价如意宝珠啦，咱将来捌看到嘛，毋知咯。那当然就是爱有一个有了解的人，将手甲你记讲，迄都是啥物，迄都是啥物。那到这个程度，已经就是到这个地步，已经就是死啦，知识的死，毋是开啦。开就是讲，先甲你拍开。那伫遮所讲的这个一念心开，就是开意思。这个开就是超越了空有，内外不别。那迄个所在，你心地呢就开了。所以才讲做思维开佛之见。那下边佛有各业，分为四门。开觉之见、思觉之见、悟觉之见、入觉之见。讲这个佛是啥物呢？这个佛呀，就是觉。对于这个觉呢，搁再分为四门，就是讲分作四段来说明。在《地道论》第17安尼讲啦，讲佛名为觉。以一切无明随眠中最初觉，故名为觉。讲这个佛啊，名叫做讲做觉。这个佛啦，在所有的无明的随眠中啊，是最初来得到觉所以呢，就名叫做讲做觉。佛者觉也，这是咱经典处处所讲的道理，所以咱若是会当好来觉悟，那么咱就是佛咯。下边讲将这个觉呢，来甲伊分为四门，因为伫遮讲做是为开佛之见啦，所以就将这个佛之见，这个觉的意思来分作四段说明。第一啦，就是开觉之见；第二就是思觉之见；第三就是悟觉之见；第四就是入佛之见。入觉之见，在《法华经》方便品有伫咧讲欲令众生开佛之见。那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开佛之见，也就是遮所讲的开觉之见的意思。这个开觉之见，在前面慧能大师已经甲咱讲起真清楚了。你这个以相离相，以空离空，内外不别，会当互一念来悟到这个道理，心就开，那这就是开佛之见咯。这个开佛之见，也就是遮所讲的开觉之见的意思。对于开觉之见在《楞严经》内底讲起非常的详细。在《楞严经》内底，咱世尊是以阿难尊者为对象。阿难尊者呢，伊修行的一个错误，就是讲看到佛的庄严相，
所以伊才发心出家修行。那以咱现主是讲起来讲，我看到佛的庄严相，对佛的恭敬出家修行，对得毋对呢？那咱认为讲这无毋对，但是世尊啊，认为讲乌兰尊者伊会受到摩天伽罗的灾难啊，就是对这个所在来，这是伊受到摩天伽罗灾难的一个根本原因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讲乌兰尊者是用意识妄想心来去分别，以意识妄想心来修行。虽然这个意识妄想有5种的性善功能，但是究竟也是一种分别心。这呢就远离了佛道真远了。所以佛啊就将这个妄心来给破掉，将这个妄心破掉，迄个所在主要就是要指出啦，在这个六根中有佛性，指出这个六根中性。所以呢，将这个妄想心给破掉啊，使这个根性会当来开显。那这呢，就是遮所讲的开觉知见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迄个开佛知见的意思。我再过来这个视觉知见，视觉知见就是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，欲是众生佛之知见。佛啦，出现在世间就是要来指示啊，咱众生有佛的知见。咱世尊在《楞严经》内底啊，将咱众生的六根中心开显了后呢，就对乌兰尊者来指示，讲答乌兰啊，这就是你所本具佛性啊！你要了解这就是你的佛性。再过来五觉知见，这个五觉知见也就是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令众生悟佛知见。要希望众生呢，会当回来悟到佛的知见。这个悟到佛的知见就是五觉知见。经过佛的开示，乌兰尊者已经了悟了。原来我有佛性，我的佛性就是在六根中。乌兰尊者了悟。伫遮所讲的业觉知见，这个业觉知见就是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所讲的，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。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呢，这就是属于业觉知见。乌兰尊者伊有了悟了，当然就叫人去修，叫人去修呢，就会当回来建立于佛的知见。所以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伊本身虽然是讲无有看过《法华经》，也无研究《法华经》，毋过呢，伊听到法达来念《法华经》的方便品，念甲世尊为伊一代师因缘个出现仪式，安尼伊拢了解。知影讲这部《法华经》主要的目的啊，就是为着要来说明世尊出现在世间的一代师因缘。那这个一代师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而且呢，慧能大师佫会当好将这个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呢，该分做4门。可能是开示悟入依照这个开示悟入来，该分做4门。不过只是将这个佛来该换作觉。那为什么将这个佛该换作觉呢？这个觉也就是表示讲，咱众生本来具足的零零角角的佛性。将咱众生本来零零角角的佛性来该开，来该指示，使咱会当好来悟，会当来建立咱本有具足的零零角角的佛性。所以慧能大师呢，就将佛知见来该换作觉知见。咱来了解伊，将迄个义解兑换过来，伊的用意到底在哪里？主要就是要互咱了解讲，咱每一个众生拢有零零角角的佛性，佛来甲咱开，来甲咱示。那咱必须爱悟，必须爱入，安尼才袂辜负着世尊出现在世间的即款的苦口婆心。注意看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。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